不好意思，可以让我过去一下吗？对不起啊。讨厌。哎，小姐，先生，那边那有什么事吗个靠窗的座位是空的，哎，就是那个位置，好像是一个人，能不能跟他换一换呢？真是不好意思，他那位置有人，我问过他。没人，我看好半天了，从开始上飞机那个位置就是空的。对不起，先生。先生，什么事啊？那里有对新婚夫妇想要跟你换个座位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不行。先生，能不能请你行个方便？我说过了不行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过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那位先生他不肯换位置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气鬼！说来说去都怪你。哎，你怪我干嘛？我让你去骂旅行社，你又不去骂。要是骂了他们，他们说不定就给我们调位子了。哪像现在这样啊，还分两地坐。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这都上了飞机了，你就别计较了，行吗？计较？哎，你搞清楚啊！我们从结婚到现在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张罗的。这次蜜月旅行也是我安排的。你可倒好，从头到尾你也不帮我。哪有这样的？一上来就分隔了那么远，我告诉你不吉利啊！行了行了，你信这干嘛？荒唐！这怎么能叫荒唐呢？刚结婚就分隔两地。咱们现在不是在飞机上吗？什么叫分隔两地呢？这是。先生，你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请到这边来。好。小姐，做个餐盒。谢谢啊。麻烦帮我倒杯水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给我。你给我呀你滚！服务员，给你餐盒。哦，马上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陈峰，真是，怎么没事？控制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陈峰，来，我来帮你推。谢谢。总算完了。陈峰，你怎么样了？吓死我了！这些甜蜜夫妻，他们真是……哎呦，你表现算不错了。哎，陈峰，你是不是练过体操啊？拜托，我哪有练过那些啊？只不过是小时候我就喜欢玩，所以身手比较灵活罢了。哦，比较灵活。饿了吧？我们吃饭吧。我去拿饭啊。谢谢。好。韩先生，你今天坐在这里一天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啊，我这个时间不多了，脑子不太好，我要多写一些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今天是程峰第一次出勤。是啊，希望他别再出什么事情。我也不放心，所以安排了羽山大将跟他同一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姐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对啊，乃明打电话来说韩凯有消息了，我这就要去跟他碰面。真的？嗯。姐夫有消息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找到他没有？乃明他们说，就叫我去 Jazz Bar 找他。嗯，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我也希望如此，拜拜。拜拜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里边请。程峰啊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当乘务员的真实感啊？太有了。早上上飞机之后，谁想到会忙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你不是参加过实际训练吗？其实跟实际训练差不多啊。差多了。实际训练的时候有教官啊，安琪教官多严厉呀，哪像你呀，当这个乘务长，什么事情都不干，只知道看女乘客。我也没有耽误事情啊。丁玉山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啊？我哪里招惹你了？你招惹我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说，你只要说出3件来，我下辈子卖给你。卖给我？我买你做什么用啊？你又不能看家，又不能抓小偷的，1日3餐还要喂着，太浪费了。你当我是狗啊？难道你觉得你自己是人呢？哎，程峰，你看我什么我？你怎么了我？姓杨的，你给我听着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这个大骗子，你还说你爱我，我现在后悔嫁给你了。我们，你要把那2个字说出来，你要负责的，你知道吗？吵起来了！我就说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离婚就离婚。我真受不了你那么任性。你怎么说？这算什么蜜月旅行啊？这个破位子看不到风景就罢了，你还跟我离那么远。你就连给我安排个并座的位子，你这种能力都没有，你还想照顾我一辈子啊？你就是个骗子！好了，走，程峰，我们去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不想看见你那张臭脸，我自己找别的座位去。那你去找啊，啰嗦什么呀？你快去啊！好啊。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位子你不能坐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直留意这个位子，一上飞机它就是空的。空着并不等于没有人坐。那谁坐呀？鬼坐呀！乘务员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请你让这位小姐离开。我不走，我也是花了机票钱的，我就是非得坐在这儿。小姐，可是你的位子是在那边，不是在这里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回那边坐。这个位子是空的，我就有权利坐。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空的并不等于没有人坐，我是买了机票的。小姐，这个位置真的是这位先生的？可是这个位子真的没有人坐。不管有没有人坐，我是买了票的，我有这个权利。小姐，对不起，还是请你起来吧。